在高雄美浓客家庄有一间客家餐厅，就坐落在客家三合院。老板胡俊祥是在地的客家子弟，客家菜他吃出心得，特别结合了自家的纸伞事业，开启了复合式餐厅。在这里吃菜还能够看到客家纸伞的制作过程，深刻体会客家文化。位在高雄美浓的这一栋三合院中间的祖先祠堂，堂字写在正中央，而这正是南部客家人的特色。不过这不是传统住家，而是一间复合式的客家餐厅。处处看得到车轮设计，发想来自于早年客家庄的牛车轮子，象征不忘本。餐厅里的客家纸伞装饰，则是出自老板自家的纸伞厂。而菜肴上，除了传统客家菜，也懂得创新。这一道猪脚面帕卷佐香，以当地新鲜的猪脚依古法卤上1个半小时，已经香味四溢了。不过上桌前还得再淋上特制酱汁，更是令人垂涎3尺。旁边的面帕卷则是从春卷发想，以板条包入猪腿肉与鸡腿肉，中间再加上野莲，卷成了春卷状，下锅蒸熟，切成同样的大小，再淋上独门酱汁，就成了创意吃法。板条它从蒸笼里面蒸出来，它就像一块的毛巾，所以说客家话早期叫做面趴板。面趴2个字就有说毛巾的意思。另一道客家花生豆腐咸猪肉双拼，咸猪肉由美浓黑猪肉制成，配上的是花生磨浆而成的客家花生豆腐，打破传统沾酱油膏的吃法，搭配鲜蔬，淋上酸甜的特制酱汁，口感 Q 弹。传统又创新，受到了不少观光团的欢迎，也吸引散客慕名而来。瞧瞧这台北下来的一家人，不是客家人，照样吃得津津有味。吃饱饭足，还可以参观客家纸伞的制作过程，兴致一来也能够 DIY 体验。即使纸伞事业已经不复以往，但对于客家人的意义没有改变。美浓人、客家人只要嫁女儿，他都会父母亲会送她一对伞，就是双双对对、圆圆满满的。然后呢，纸伞的伞底下是不是上面1个人，底下4个人，也代表所谓的多子多孙早生贵子、多子多孙的意思。走过外销风光时期的纸伞厂，83年转型结合观光，第2代传承没放弃传统，反而更懂得发扬光大。客家猪脚佐野莲，食肉不俗，有雅致。一旁花生豆腐的香浓与鲜蔬的偶遇，在纸伞朵朵的美浓三合院里流淌浪漫感动时刻。